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11月28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摆大选的结果，民进党大输，立体下高雄市长的韩国瑜，因为表明要连下10位国民党的执政县市，伫9日共识基础，扩大到中国进行经济贸易交流。对此，议员李文静召开记者会，会中除了部门行政院长赖清德针对主权问题无讲清楚，嘛无修改教育册。另外一方面，嘛要向韩国瑜落战书，就以挑战9日共识。主张台湾独立的市议员李文静、甲准议员李启伟以及学者沈建德，伫8号上午伫议会召开记者会，对着韩国瑜提出以9·2共识启动两岸交流拼经济的代志，发出强烈质疑。这个韩国瑜啊，伊有若韩国瑜有若要照中国讲的安尼啦，要遵守这9日共识。啊，这个遵守9日共识啊，咱来知影咧。9日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咧，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咧。但今仔日这个所在呢，我们向伊挑战，下证书，就是讲针对这个问题讲好清楚，因为9日共识啊是安怎，这个你要去承认9日共识，你要出卖台湾，你要内部做大句啊，你今仔为着要趁钱，你甲台湾出卖掉伊。因为这个9日共识的下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个安尼国民党就大赢嘛，啊，即摆韩国瑜伊就大家有针对这9日共识9日共识一直提出来安尼咧讲着啊，这阮早前就一再表示这上界严重的一个抗议啦因为这咱台湾啊这9日共识就是一个中国这咱绝对无去接受。李启伟也表示，民进党完全执政，伫石河以选举确实大败，原因就是因为主权的问题无咧处理，才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伊呼吁中央要赶紧讲清楚，啊无只会加速民进党的灭亡。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正嘅亲子音乐会每一摆举办，拢吸引真侪热爱音乐朋友做伙参加，备受各界好评。今年要办这场更是特别。因为4个月前，一场车祸造成伊倒手骨折，可以开始练习用片仔来试。虽然现在伤势差不多拢好啊，但张正杰表示，伫音乐会上也是要表演用片仔来演奏，互参加音乐会朋友大开眼界。居然还有人笑。大提琴家张振杰今年7月伫国外骑单车发生车祸，造成伊倒手骨折。当时全台湾的乐迷拢替伊祈祷，希望伊会当恢复健康。经过4个月的复健，如今恢复手感，会当再度上台演奏。今年的张振杰亲子音乐会12月1号嘛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我的手虽然还有一点点肿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食指、中指跟无名指这2个都还有点肿，可是我已经在9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拉琴了。然后，不过我真的很谢谢，就是这次我当时受伤的时候，我只有在 Facebook 里面写一个，就是说，哎呀，我手指受伤的，结果，就媒体就知道了，然后就哇，几10万的问候。就来到我的这个信件里面，或是怎样，那一刻我很庆幸，就是说大家帮我祈祷，让我的手能在应该说蛮短的时间里面恢复比较好，然后越来越好。而且那个时候听说好多不同的宗教团体，包括什么佛光山的道场，包括什么基督教的，包括天主教的，都有帮我在祈祷。那一刻的我就觉得，就是说我真的心。非常感谢大家。为了感谢台南乐迷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场亲子音乐会票价只卖100块尔，就是要来花开甲卖。主办单位欢迎民众一同来见证张正杰趣味演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西高文创区开半档的时间，从古早时做糖的过程中，用来装糖浆、等待结晶的管仔，改造成大型的扭蛋机，并且伫上午正式启用。西高表示，这台扭蛋机内面除了藏着侪因精心设计小礼物，上大奖也有一张北海道的来回机票。高度达到2层楼高的绿色糖精管，伫咧经过半冬外用心的改造了后，化身成为大型的银河扭蛋机。这是石鼓文创园区新推出的趣味设施。负责整体改造的设计者，为着要保持着完整的外观，才会做上低限度的破坏。伫咧设计过程当中，拄到相当侪困难，但因拢一一来克服。才有这台大型扭蛋机的诞生。从6月开始去做一个制作上的动作，然后这个扭蛋机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机构设备，可是它因为它里面的洞非常小，然后它的那个空间有点难度去做创意设计，所以当初的设计很天马行空，想要让那个扭蛋可以绕着我们的整个糖精罐去跑啊、去转啊，然后整个制作方式本来是预计在7月15就要把它做出来的。就一直遇到一些蛋的一些困境，就是当蛋太多的时候，它会卡住的。然后我们也去参照外面的做法，原来大家到后面都是以这种轨道的方式去做寻蛋的动作，因为太多蛋的时候会一直压挤在那个转蛋的空间，会造成球就一直转不出来。所以我们说尽量会以它原有的外观去保存，都不去破坏它外面的架构，然后利用一些电脑、电控的东西，去让它能够去做一些自动化跟声光效果的一个互动动作出来。伫咧扭蛋的过程当中，机器佫会发出侪光影甲声音，然后就当看到扭蛋球气流吹起来，扔到家己的手中，会当享受这趣味的过程。最新推出的银河糖精扭蛋机，那呢这一座扭蛋机是以糖厂的一个真空结晶罐来作为我们一个扭蛋机的外形结构。那呢在这一次的扭蛋机的设计理念呢，最主要就是将糖给人家一个甜蜜幸福的感觉，来作为我们一个扭蛋的意象。那呢投入硬币之后呢，扭蛋会沿着我们的管路，然后呢像太空梭一样，然后带着你的梦想跟希望，还有光线呢，然后到你的手上。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石鼓文创园区伫这台大型的扭蛋机当中，放置了侪石鼓相关的纪念商品以及石鼓的门票等等。其中上届引人注目的大奖就是水晶项链以及日本北海道来回机票一张。想要试手气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接下个医疗保健的消息，甲好客之家做回来学客家话。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近年来，口腔癌一直是台湾男性癌症的10大死亡原因。而为了降低民众受到口腔癌的伤害，基比下中心除了呼吁大家爱戒烟、戒酒、甲戒槟榔等高风险以外，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时预防检查，才当保持健康的身体。口腔内底若是产生着奇怪肿瘤，或者是有白色的斑点，或者是无明奇妙出现痛痛的情形，这个时阵大家特别注意，真有可能口腔内底已经产生病变，甚至有癌细胞的产生。
基美医学中心的口腔外科医师也来表示，一旦得到口腔癌，死亡的比率会相当的高，所以医师也是提醒民众爱定期做口腔的检查。很多的一个患者当然都从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长期的这些致癌因子的一个使用，就会造成他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检查方面的话，如果发现有异常的情形，我们就称之为阳性个案，会建议这些患者后续需要到确诊的一个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诊检查，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疾病的情形。那有需要的话，当然就需要做切片或进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情形，来中断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过程。根据过往的资料统计，有食混食槟榔以及啉酒的民众，得到口腔癌的几率是无使用的民众100倍以上。所以医师嘛，奉劝民众爱量早来戒除掉不良的习惯，来降低得到口腔癌的几率。台湾新闻网找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摆要小解客家小调，也就是大埔调。即摆带大家一面欣赏歌曲，一面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今天我们摄影棚传过耳边的音乐，一样很特别，很好听耶。真紧哦，大礼拜收听好客这个天是好演节目啊，就会数看得到你制作团队为大家呈现无穷样的客家文化。今本日我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客家传统手调歌曲。真紧当好听哦！在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过的客家传统小调歌曲，真的都好好听哦。客家歌曲係徹切反映神法嘅，然後上面神法嘅方式啦、風俗習慣，還有所基礎嘅地理環境、氣候等等，有到密切嘅關係。做起客家人因為客觀嘅條件嘅限制啊，大部分都帶走山度，冇出丘陵素材，挖苦到耕田也係種茶為生。故所從這樣事啊，單挑神法當中，唯一娛樂就係唱山歌。客家山歌源自於山拿茶園，喺客家先民從從事當中，也係休閒時節隨意創作出來嘅音樂。簡單就係單純嘅聽樂，也係哀嘆啊。後來為到批下摘茶啦、開擔、耕種等等勞動工作來創出曲調，也係講大家有嘗試為到操牌，也係講有嘗試有教育嘅對象，條條互相嚴格，調情唱情歌。有或者係為到老對上嘅朋友，台上講話。簡單上調嘅韻律旋律，出悄悄的演變成講下完整嘅曲調構想。所以說呢，客家山歌有很多是隱喻式的，在調情，在暗示咯。做得講係啦，一般來講呢，客家人親保守，尤其對呢個男唔親愛嘅表現方式，都就較保守。所以就借着唱山歌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哦。有一句話講啊。花半開最強，花無講太怕，點到為止。我本人就當大家想象空間。那節目單元說到這裡啊，老師，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歌給觀眾朋友分享呢？你好下這個天使好演節目，可以報道一下介紹過客家傳統嘅神態調，還有小調流行歌曲，大部分都係屬於所謂北部嘅山歌。客家山歌也分北部山歌和南部山歌嗎？台灣土種苗地區係客家人嘅大本營，大部分傳唱啲客家嘅老山歌，
山歌子、平板等3种有代表性的山歌曲调，是所谓客家的山台调；南部地区的客家民谣，也有所谓的四台调，也就是正月牌、半山谣。有一个老太普调哦，原来客家传统山歌有北部的3大调，南部的4大调。我们节目介绍过客家传统3大调的歌曲，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南部4大调其中的一首山歌。小金正言动听哦，公益出第2，从根本日。我来介绍南部的四台调，其中的艺术的山歌就很多。太普调，太普调呢又称作下南调，也係講闽南山歌調，係嗰片地區嘅山歌哦。也個歌詞係咁樣：山歌唔唱，橋唔開，太路唔行上柳台，腳踏柳台高高跌，做地路彎捱唔來，山歌見唱山見橋。三弦來佛叫兩手，三弦來合手指橋，十板來搭萬年橋。我在天气如何，下面做回来关心。我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1月28日中嘉台湾电影新闻，我是顾家，那么在港这时间再会。